睇 Travel by Ice 頻道。今集為大家介紹長野縣嘅熱門賞櫻景點，距離東京只係需要個半鐘嘅 JR。如果你中意我嘅影片呢，記得按讚同埋訂閱我嘅影片，等我可以分享更多旅遊嘅資訊俾你。今次一次過介紹3個長野熱門嘅賞櫻景點。第一個呢，就係人氣好高嘅松本城。咁未入到去松本城公園，喺佢出邊圍住護城河呢，就全部都種滿晒櫻花樹，連埋城入邊呢，一共有300幾棵。松本城呢係日本5大國寶城之一。咁喺城入邊呢，我哋可以望翻成個本縣嘅櫻花啦，同埋呢仲有一啲雪山做背景。咁如果想入去參觀嘅話呢，係需要買飛嘅。佢有6層啦，而喺佢每一層呢，嗰啲樓梯呢都好斜，所以大家如果行嘅時候都要注意安全。第二個要介紹嘅呢，就係上田城跡公園，咁佢呢，就係喺長野市同埋松本市之間，咁搭 JR 呢去到上田站，再行10分鐘就可以到呢個上田城跡公園。呢度嘅櫻花係超級多，有超過1000棵，而且呢，我哋而家嚟到嘅時候呢，係滿開嘅狀態，所以呢，就啱啱好撞正佢哋呢每一年嘅千本櫻祭典。咁你可以見到呢，喺櫻花樹下邊呢，有好多唔少嘅屋台啦，就喺度賣唔同嘅串燒啊、大阪燒啊，或者係一啲甜品，完完全全呢，同漫畫入邊賞櫻嘅情節呢係一模一樣。上田城跡入邊呢，仲保留咗真田神社。經過真田神社呢，再行呢就係呢一個本縣嘅西路。
咁喺呢一度呢，就可以望翻落去下邊資生廣場，就會見到成排嘅櫻花樹。最後一個要介紹嘅景點呢，就係衰辦市嘅臥龍公園。咁衰辦市都好近長野市嘅，咁由長野市出發嘅話呢，就搭30分鐘嘅電車就可以到衰辦站。然之後落咗車呢，再行20分鐘呢，就可以到臥龍公園啦。公園唔算大，但係佢入邊呢有600棵嘅櫻花樹。臥龍公園呢，佢都有教櫻花仔嘅，咁一樣都係呢，喺入邊呢又有好多唔同嘅屋台啦，就係賣嘢食啊、賣嘢飲咁樣。而且咧，臥龍公園咧，佢有一個特色就係咧，佢中間係一個池塘，仲可以望到北信五嶽。喺呢個時候，佢哋山頂上面啲雪咧都係未融嘅，佢咧就可以見到有雪山啦，有櫻花啦，又有湖水。個池塘咧都唔算細，而且周圍咧都種滿咗櫻花樹，仲可以喺個池入邊咧踩嗰啲船仔，一邊踩一邊睇櫻花。今集咧就介紹住3個長野嘅賞櫻景點，睇下會唔會有其他值得推介嘅賞櫻景點呢？可以喺下邊留言話俾我聽。